因为欧洲发生战争的关系，所以讲引起伫南投水里乡乡亲对英国航空客的关心甲重视。即马要去二平山山顶台电公司宿舍边啊，路边啊，都有两座大家乡亲真知的航空服务，也毋过找无主管机关来维修甲管理。 民众来到路边的航空洞，找水利乡民代表，佮有台电公司明淡发电厂和林务局南投林管处代表，做伙来讨论两座航空洞的归属单位。但至于这两个单位说，人力拢无人效啦。但是内底吼嘛是有一个有需要维修啦，维修嘛是有一个景观的可造景观之用啦。地方遮吼，那更加对历史的追溯吼，更加都较了解。 因为欧洲发生战争，嘛，互水利乡亲开始重视航空洞。水利乡亲嘛，呼吁公所爱清查乡内目前航空洞的位置，佮有数量，然后将资讯公布予乡亲了解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